嘛是中和的消息，初五透早，新北市中和区有一个桥倒摆人讲要去上班，因为唔知什么原因去弄到中正路的分界岛，加在伊的 iPhone 启动车祸侦测功能，主动加消防局报案，报这个车祸地点甲经纬度，才互这个消防人员呢及时赶到现场甲解救。这个专家就讲啊，这包括跋倒的侦测甲 SOS 这个紧急的服务，拢有可能伫危急的时阵快速发救这个求救的信号，缩短救人的时间。 下早5点多，天无无光，一台机车转弯的时弄到安全岛，骑车人跋倒冰棍仔链倒伫路边，险去后壁的轿车弄到，机车车厢内底物件嘛散散落落，落伫咧涂骹。过无偌久，救护车就赶过来，原来报案的人是伊。此 iPhone 的拥有者发生严重车祸，无法对电话做出回应。经纬度121.4929000024.9939。 0000。骑车民众是客运司机，昨日桥倒摆要去上班，伫咧中和中正路外车道去弄到安全岛，当时 iPhone 14车祸侦测功能嘛自动卡互119。即马骑车民众昏迷指数6，搁伫咧祥和病院的加护病房治疗，脑部受伤，变仔骨嘛断去，伊无啉酒，若先转发生车祸，会搁调查。有可能就是真的是车祸侦测功能触发，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是他昏迷前他用手动按那个 SOS， 那也有可能是他有带 Apple Watch 要侦测，然后没有回应。iPhone 14配备车祸的侦测功能，会当判断事发经费倒的坐标，向消防局报案。毋过包括 Apple Watch 的跋倒侦测含手机啊 SOS 紧急服务，嘛拢会当伫咧紧急的时间发救命电子批出去，缩短宝贵的救援时间，凡事当伫咧危急的时刻救你一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